又来到平湖庆元宵，马经山水上帝庙的金灵姑，甲所港北极殿的黄金菇王，经过3天的跋杯，总算是选出着今年的得主。又跋到上济受杯的信众，甲这个金菇请回去厝。因为两只菇的市价拢超过1000万，所以得标奖，这个得标的人都爱阁提出着同款价值的房产来抵押。 今日真后日庆祝元宵，同时伫平湖也有一个真有指标性活动伫举行。每一个信徒诚心祈求有一个上杯。每一年的平湖元宵系列的重点之一，就是刻金龟的活动。活动的创始庙马经山水上帝庙经过3天跋杯竞争，今年得主总算出来，连续来3年，这摆总算成功请回去。 另外一边，所港北极殿黄金菇王嘛，吸引不少国内外信众甲网者要讨一个好格调。今年金菇王各地宏观看起来真喜气，今年得主选拔嘛是真激烈。经过一摆过一摆比赛了，得主是新北市的这位信众。是 PK， 我是以8倍，我自己也蛮压抑的。 因为这两只金菇市价拢超过1000万，想要砸回去，都要以同款价值的房地产做抵押。明年要行的时，还阁增加一寡分量，黄金还阁加贵呢啊。所以讲，想要博金菇，唔但都要靠运气，嘛都要有相当的才能。